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在立法院進行初審，這民進黨的立委是提出變更議程，認為這個白生囝的議題應該另外處理，先來審查社會共識較懸的部分，也就是予獨身的查某人甲已經結婚的查某同志正判會當透過人工生殖來生囝，因為其他的部分是另工再過來審。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已經吵真久，立法院維權委員會伫16做初審，民進黨立委主張草案愛包括代理孕母的部分，但是民進黨立委希望脫鈎，雙方極力交鋒。因為大家的疑慮，所以我們做了好幾道這個防線，透過這個醫療剛性的一個篩選跟絕對自主權。各位擔心的部分，其實在後面的法條都會看到，我們仔細的把它寫出來。代理孕母涉及的是使用別人的身體，跟我們今天在審查這個人工生殖法的核心是兩件本質上完全不同的事情。民進黨立委提出變更議程，主張代理孕母的議題另外辦案處理，因為國民黨的立委都無出席7-2表決通過，無予去年底行政院通過的版本，予獨身女性已經結婚的女同志判例，有希望會當使用人工生殖。生育的女性被迫她必須要去承擔，就是其他無法生育女性她的那個生育壓力，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你就想要強硬的將這套制度在台灣推動，進入到這個體系裡面來擔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她要承擔很大的壓力跟傷害。婦女團體是表達對脫鈎的支持，認為講會當避免修法延前損害女性的權益。婦產科醫師認為，代理有新的過程涉及關度、醫療化和風險，修法應該處理好細節，而且得到社會共識。因為他一直卡住這個法律，所以就變成說，很多人其實在等待這個法律的鬆綁，就會被很沒辦法執行。當然，代理孕母的這一塊還是可以繼續進行，因為衛福部還有國健署，他們其實在這部分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嘛。因為16草案剛才審到第13條，後邊的部分會選別的日期閣審，還未完成初審。記者綜合報道。